流量下的道德淪喪，平河馬奪產風波與背後的無恥幫兇，轟動全港的河伯與河馬何太事件。隨着河伯的悲劇離世，臨終對何太做咗咩衰嘢自己心知肚明的痛斥，以及他對親生子女的含淚道歉，終於落下了沉重的帷幕。這場鬧劇從最初的黃昏忘年戀演變成後來的直播帶貨小丑戲，再到最後的家庭暴力官司與老人淒涼離世，不僅僅是一個女人的貪婪故事，更是一面照出人性醜陋的鏡子。而在這面鏡子裏，最令人齒冷、必須強烈譴責的，正是站在河馬背後出謀獻策、資金援助的兩大幫兇。軍師阿門與金主老鼠平，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徹頭徹尾的幫助壞人，踐踏公義。河馬的貪婪、親情毀滅者與流量禿鷹要審視這兩個幫兇的罪惡，必須先看清他們所扶持的壞人本質。河馬何太從街市設局接近河伯開始，目標就極其明確，他以甜言蜜語灌醉一個孤獨的暮年老人，誘騙他與相依相伴數十年的親生子女反目，更試圖侵吞老人一生的450萬血汗積蓄。當計謀未能全數得逞，社會輿論排山倒海般指責他時，他不但沒有半點愧疚與收斂，反而將老人的尊嚴與家醜踩在腳下，當作在網上開直播賺流量賣貨牟利的籌碼。更有甚者，在河伯晚年失去利用價值、身患重病時，他更露出猙獰面目，在屯門公屋電梯大堂與老人大打出手，演變成流血傷人事件。這是一個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摧毀他人家庭、榨乾老人尊嚴，乃至進行肉體與精神虐待的惡人。軍師阿門，出謀獻策的無恥禿鷹。如果說河馬是衝在前線的掠奪者，那麼阿門就是躲在幕後遞刀的陰險軍師。阿門明知河馬的所作所為正在摧毀一個老人的晚年，踐踏社會的道德底線，但他為了分一杯網絡流量的羹，選擇了為虎作倀。在河馬面對全城圍剿、最孤立無援的時候，是阿門在背後當他的軍師，指導他如何面對鏡頭，如何用尖酸刻薄的言辭反擊正義網民，如何利用黑粉流量來開直播帶貨。阿門的出腦不是為了伸張正義，而是為了將一場道德悲劇包裝成流量密碼。他教導一個壞人如何扮演受害者，教導一個貪婪的女人如何更有效率地消費一個垂死老人的剩餘價值。這種提供智力支援的幫兇，比單純的貪財更為卑劣。金主老鼠平，助紂為虐的不道德推手，與綠帽疑雲另一個推波助瀾的關鍵罪人，是自詡深情的金主老鼠平平哥哥。在河伯與細女爭奪積蓄失敗，河馬經濟一度陷入困境時，正是老鼠平的巨額資金援助，給了河馬繼續作惡、繼續與河伯子女對抗的底氣。老鼠平口口聲聲說是支持、幫忙，但他的金援本質上是在為什麼埋單？他是在為河馬破壞他人家庭、虐待老人的行為提供經濟安全網。更無恥的是，在河伯還健在、依賴何太照顧的時候，老鼠平竟然私下稱呼河馬為親愛的靈妹，與其曖昧不清，氣得河伯在臨終前怒斥其勾二嫂。老鼠平的錢不是善款，而是助長貪婪、侮辱病重老人的骯髒工具。他用金錢充當了惡人的保護傘，讓河馬在作惡的道路上更加肆無忌憚。歹毒同盟的真面目，表面撕咬，暗中抱團取暖。隨着河伯的病情惡化與離世，這三個為利而聚的惡人，曾一度因為金錢和情感糾紛在網上公開互相撕咬。爆料令網民以為他們已經決裂，然而狐群狗黨的本質就是利字當頭，只要還有流量可圖，道德與仇怨都可以拋諸腦後。最具諷刺性的是，就在短短3天前，老鼠平、河馬與阿門竟然再度同場出現，在阿門的直播頻道留言區中，
老鼠平與河馬雙雙現身，與其他觀眾聊天互動。雖然兩人在公眾面前各懷鬼胎，沒有直接對話交鋒，但老鼠平依然選擇留在阿門的頻道圍爐，而河馬也繼續在這個由阿門搭建的流量平台上現身。這種並未完全決裂的詭異狀態，恰恰揭穿了他們的真面目。他們從未真心悔改，在河伯這條人命被他們榨乾之後，這群幫兇依然捨不得放手，繼續圍繞着阿門的頻道抱團取暖，試圖尋找下一次消費死者、撈取利益的機會。結語：助紂為虐者，終將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。河伯在臨終清醒時，憎悔恨自己踩咗落個氹度，並向子女認錯致歉。而阿門與老鼠平這兩個自以為聰明的幫兇，他們的初衷是想透過幫助河馬這個壞人來撈取名利與存在感。即使他們今天依然在直播間裏藕斷絲連、眉來眼去，但最終留在歷史檔案裏的，只有他們助紂為虐、毫無底線的醜態。這場全城轟動的風波深刻地警示了社會，那些為了流量、為了私利而選擇站在惡人身旁，為壞人出錢出力的幫兇，不論他們私底下如何各懷鬼胎，如何表面決裂又暗中勾連，最終都將被釘在道德的恥辱柱上，與惡人一同承受社會的唾棄。